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当年建筑大奖、环理赛奖，拢会为全世界机场竞出上水的设计。12月就会公布世界冠军机场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竹建筑的竹，塔德约竹第8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，这个竹有涂骹、当壁、起爆花、起厝的意思，也是咱咧讲的起造。会当讲是建筑竹造，若起造灶骹，古早讲是竹灶。为了灌溉阴田，起造爆花，或做竹水。另外，还有建筑海港，也就是竹港。起造水池啊堤防，咱讲是竹壁；也有贴石头，咱讲是竹石。甲物件贴好尖，过去有一个词，讲是竹尖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同齐来看到，也就是建筑。咱一般讲是起伫咧土地顶面，或者是土骹，有坎挂、有扭条、有壁，会当大或者是小群的厝。专门研究起厝的学科，咱嘛讲是建筑。第二个词读做竹造，古早话字典读做竹造，意思拢是建筑起造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结做伙。迄阵讲世界出名的游览地点，拢有因的特色，有的是有自然的景致，有的是有特殊的建筑。凡说是古早竹造的，嘛有可能是现代才起好的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竹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